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往晚你好。今日你甲长无牵照起来，洛克人的 X4啊，洛克人的部分来牵照一下啊。要紧，大家都伫这个时间甲恁出发。Hello， 安安，哦，福利好，要来甲昨吼无拍了的洛克人 X4，来甲伊牵照一下，牵照起来吼。所以今仔日会开足短，哎呦，谢谢，甲昨个直播播了啊！其实昨嘛拍了，我感觉是算顺的啦，对啊。只是讲上尾仔的魔王小可无想法，就拢无对，就无拍了足好。我搁有去补一下穑的吼，看一下影片，看人安怎拍，希望今仔日会顺利啊。啊哈哈！今仔日要来呢，甲即个洛克人吼，甲伊牵照一下，安尼等下，若讲拍了以后，可能若有时间啊，若线顶的人若搁有诶吼，安尼咱就小可搁会当去讲一下，较来困吼，小可杂谈一下吼，拍水果一下吼，再来睡觉。应该是拍会了啦吼，希望毋茫搁落赛啊。毋过因为伊个记录吼，无法度直接拍最后的魔王，敢若毋知是毋是爱为8打，还是对爱开始拍哦。所以需要一寡时间。哦，咱先拍开电动。阮的电动镜仔要开幕咯！今仔日要拍的游戏是《Rockman X4》。听着音乐啊吼。衣冠是搁还好啦，这代吼咧补衣冠真紧，袂解啰嗦，这算还好。毋知位地可能位毋知是8打，可能是8打，去补衣冠，哦，因为遮开始，对啊，伊8打遮开始啊，让我补一下衣冠，袂记哩。我是咧创啊，搁看到迄个都想要气落。来。看到扛梯，看到那个魔王关的就想要气了。
袂记讲要来补衣冠，靠呀！卖骨夹较近的好啊，啊都要夹伤远。好，伊这有衣冠吼，就是会当来这冰霜海象哦，冰霜海象引导遮来保护者。好呀。嘿嘿嘿嘿！算钱。我跳起来。然后。无够远了。才有当时啊，无细力跳无好。这一摆，再一处就 OK 啦。我感觉足啰嗦的，所以就是讲，你既然的有这个记录的功能啊，你既然已经有记录的功能，对，洛特人比较难上去，因为他们有2段跳，伊无两段跳，爱这路有两段跳哦，较顺啊。伊有2段跳，安尼较顺啊。无满咯。你这记录功能也无作用啊！你既然有记录功能啊，是安那无爱互伊讲你衣冠会当记录，对不对？啊，真正是。大概灯泡拢爱安尼，每一代拢共款哦。衣冠拢一定爱灯装就对啦。对啦，8大爱灯泡。ここを通すわけにはいかんのだ。即刻来看嘛，我都甲伊加落来了。加袂落来了吼。掉下来了哦。
所以你弄掉。阿曼小条一盒，我看到你喽！开发只开发一半，哈哈，也嘛唔是啦，我感觉是有伊的想法啦，哈哈，因为你若讲 X5，我都唔敢讲 ，X5 吼，我唔敢讲，但是 X4是算讲因做了介用心啊啦，重新出发的一个作品啊，你话含3代差济吼。叶问，哈哈，过来个攻击败，哈哈哈哈。二字前羊马，二字这什么看前面那讲钱啊，钱羊马，二字钱羊马。クラゲの方がまだ手応えがありそうだ。汤鱼。谁呀？紧嘞！我底下咧骑啊，紧嘞！骑啊，骑啊，骑啊，骑啊！骑啊！骑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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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红冠，拜拜，拜拜，阿曼，阿曼。好孩子，好好休困，去补习。
超特急であの世に送ってやる。闪无好，了了一寡岁。根性叩き直してやるぜ。呼，我々を敵に回した報いを受けよう。鸟头叫，轻轻松松。哎、靠！我不小心按到天星级了，哈哈哈！想说用天星级来击倒的，结果没有了，啊，没差了。命がけで戦ってこそ意味がある。哎呦，竟然又会烤掉！ OK， 贝坦魔王砍救喽！
地獄に旅立つ準備はできたかね？狐狸狐狸河流骑较紧，但是有风险。哈哈哈哈哈！差点就有希望完美过关了，想了没？还是要给你敲一下这样。我家己要蹬墙，要踢墙啊，无注意。哎呀，我在冲啊！我要训练一下。哦，好难哦！我看人讲直接切换，然后再跳上去，真是困难。不容易啊，还要再练过。我觉得这次没有很顺，还是死一下好了。重来，打得没有很顺，不要浪费那个气运。怕了无介顺，过来。目镜来头前两只就好拍的。了是点点仔火，但是伊个足紧就死了，较袂浪费时间。
哇，都碎离啊，不要紧了。啊！为什么他没有砍到我？砍到在上面，跳了不好。不要紧，不要紧。地獄に旅立つ準備はできたかね。啊，拼看看。Oh shit！ 无拍到。
OK， 水哦。等一下再补好了。啊，不要，啊，算了，拼一下。耶！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耶呀！过啊！只能讲过了无介水，但是嘛是过啊！哦，总算是达成任务啊！拄好12点，袂歹，好结条，开半点钟的时间。主要是我袂晓跳，拍迄悬的吼。我看网络顶人是讲吼，先设一个蜘蛛，先弹一个蜘蛛无吼，弹过。啊，你跳起去，啊，随浮伫半空中，啊，换即个香菇的武器，分身甲拍出去，安尼会当拍遮济摆，安尼伊一摆出现会当互伊足大的伤害。安尼咱就会当较紧结束，慢慢撑遐久。那练了色吼，反正就袂练受伤就袂受伤，对，一直切换啊。我看迄网络顶迄有够厉害的，我手应该讲我反应袂过啊，无我5千换较紧。好，会当拿来开讲啊吼，拿来开讲一下哈。伊这后壁足久的啊，真久。来讲下洛克人 X 吼，对我来讲是啥物款的游戏吼？细汉的时阵呢，第一摆拄着洛克人 X 是伫即个超人吼，超去任天堂顶头吼。算着洛克人 X1 哈，就是洛克曼第一代哈，洛克人 X 是 X 哦，毋是原作的哈。原作的我第一摆拄着原作的是算7代，因为阮兜迄个时阵有车去任天堂的机啊嘛吼，啊迄时阵拢算迄个磁碟片，吼。啊，我有算过7代，但是我7代吼，7代洛克人原主哦，原作的洛克曼7代吼，7代我是用拍即个密码，就是拍密码啦吼，拍密码落，啊拢直接就有迄个伊个狗啊，伊个狗仔叫啥物名？莱斯吼，莱斯，伊会当含即个莱斯合体，吼，安尼啊，我感觉佫袂歹算啊，但是原作的洛克曼，互我的感觉就是伊的即个。洛克滑行吼，就是伊安尼骨溜吼，伫涂骹咧厝啦吼，免安好啊！我讲台语，我想想诶，台语免讲，伊要做洛克骨溜，洛克骨溜啊吼，伊安尼溜来溜去，即种方式咧刷叮当，我感觉操作起来吼真袂顺吼。啊，我著拄着洛克人 X 的时阵。伊安尼咧，伊会当向前冲，啊，佮会当大跳，安尼，我感觉操作起来吼较顺。上重要的是，伊拄着枪啊吼，伊拄着枪啊，伊会当安尼踢咧，啊，着安尼爬枪啊，伊有法度用骹安尼踢咧吼，三角跳跃吼，安尼咧三角跳啦吼，会当用三角跳来爬墙。我感觉这件代志真重要啦。因为算起来感觉吼，你会感觉哦，你袂安尼魔王出现的时阵，你袂感觉会惊哦，因为你有法度三角跳，安尼一直爬墙啊，安尼咧比即个魔王的招式，吼，安尼算起来就感觉有趣味，你有代志做啦吼。啊，你若算原作的咧，你若算原作的，就变做讲你是就敢若伫遐跳来跳去，啊无就小可安尼骨溜一下吼，弹迄个枪支，啊有当时啊你佫无武器，你佫爱用迄用迄个土豆安尼咧弹吼，我嘛算起来感觉足碍巧的，你知无？
算原组的洛克人就爱叫，迄是我细汉的感觉啦吼。因为咱也知影，咱细汉的，咱做囡仔的时阵，就是游戏，若是有刺激，咱较会去爱耍嘛吼。每一个人的个性拢无共款吼。啊，大汉了后，我阁毋捌卡过即个洛克曼的即个原组的吼。反正有一天我会开看卖啊吼。因为即马大汉啊嘛吼。反正心境甲较早无共款，反正我即摆会感觉，原组的洛克人好耍嘛，有可能啊，系啊，练功啦吼，因为一直耍洛克人，惊讲观众看了会先，应该是要结束较对 ，exit 哈。哦，刷转来。会使来小可开讲一下吼。系啊，看人讲啊，你是一个布袋戏VTuber 啊，结果你拍开拢咧耍即个耍洛克人啊。我即摆已经要正做即个台语洛克人、台语洛克曼的第一品牌啊！哦。即个规个网络顶无人用台语咧耍，应该讲耍洛克曼咧耍的时阵用台语咧讲。系啊，啊连讲我嘛会试讲耍布袋戏的游戏嘛是有可能哦。啊，但是即摆较老的就是讲，我惊有版权的问题啦，因为即摆布袋戏的游戏。你讲要找光碟，你要找原底迄光碟，你找原底迄 CD 吼，较困难。而且你就算你找着，我无把握讲，伊就是有法度伫即摆电脑顶头咧放。我搁咧食好糖，你开始知你够厉害的啊！偷食好糖，搁互你掠着。你食好糖拢互你掠着啥啦？啊，就是讲，若讲去找网络顶的版本来耍，安尼小可惊啦吼，惊去是毋是会去互人讲有即个版权的问题？安尼我是惊安尼，啊无我手头是有，进前较早未拍算做直播的时阵，未拍算做放送的时阵，就有咧耍啦，对啊，就是惊安尼啊。啊，伊就无爱出新的，看我都有啦。我想开啊，有一项有新的，圣教传说的即个，伊有出新版嘛？Steam 顶头有啦，就是会当耍圣教传说啦。哦，迄嘛足久无耍啦，迄内容我拢袂记哩了啊吼。这若要耍，搁来找一下攻略看一下。若讲要耍布袋戏的游戏，就敢若耍。敢若剩圣教传说呢？会啦，安尼讲起来嘛是有机会，因为我较多咧讲的，就是讲我想要耍的，就是最想要耍的，就是迄个霹雳幽灵剑，霹雳幽灵剑的 game 啊，伊迄个时阵是倒数时代的啦，霹雳幽灵剑，我感觉真好耍，我细汉的时阵破关几6摆。所以会感觉真可惜。若讲要开布袋戏的游戏，我会想要第一个开的就是，想要开霹雳幽灵剑。霹雳幽灵剑，会当找图啊，我看卖霹雳幽灵剑，啊，搁有做有名，但是我无耍过。听讲吼，做了足好的就是。即个霹雳机甲传嘛吼，霹雳奇侠传嘛吼，霹雳机甲传我，迄个细汉的时阵我毋捌耍过，但是我知影即出讲，即地讲做了真好啦，系啊，啊所以伊嘛无出版本啊，伊嘛无出新版啊，所以你若Steam若无，咱要出就较困难啦。
啊无就是员工若有会员的时阵，啊嘛袂当安尼啊，迄嘛共款的问题，袂开钱就是袂开钱啦，真可惜啦。会敢若会当安尼讲尔。我本来是想讲，啊无就转会，若讲有会员的时阵，甲转会线，啊，袂过迄嘛共款啦，嘛是袂开钱，就是袂开钱，搁咧会线，好笑诶。哦，伊就生了安尼啦吼。伊较起，安尼，霹雳幽灵剑，哦，倒数的时代的游戏。嘿啊，哦，天哪！你看这细汉的时阵。我爱耍这地呢，真的啊！即马可惜你若要找正版的，原来是有可能啦，伫网络顶阁买会到啦。但是你即马你的机仔敢有法度装，无确定啊。这就是较老的所在啦。啊，阁有一块霹雳英雄本啦。毋过我耍的时阵，霹雳英雄本我感觉真正是。够歹耍的歹耍，而且足无聊的，拍了会足神的，所以我嘛无破关，耍到一半就无想要耍。我的刀片走去倒位？网络顶应该阁有人咧卖啊，咧卖即个刀片，毋是刀片，买迄个原版的光碟，应该是阁有可能买得到。迄个机甲端，哦，安尼，敢若安尼看看就敢若圣教传说通算尔。有一个霹雳英雄本吼，霹雳英雄本有够趣味的，就是讲。伊迄时阵第一版出来的时阵，歹算到要，真正歹算到要靠背。啊，过无偌久，因都赶紧紧出一个即个更新档吼，甲伊更新过。敢若是我记得迄时阵是行路足慢的啦。哦，慢甲真正慢甲会想要骄，你知影？啊，你更新了就较正常啊，吼，无安尼算起来真正有够歹算。叫迄落。迄个玩家搅到无力哩，我怎啊找无伊个封，找无伊个封面，找无伊个图，毋是找无伊个图啦，找无伊个封面。找到伊个。游戏的图，应该嘛是可以啊。霹雳英雄本，
啊，伊的主角吼是一个普通人，对，主角是一个普通人。罗真爽你好，阿曼，哦，霹雳英雄本身甲真正会骄的啊，真拄烂的啊，我都讲有啊，搁有啦，搁有一地啊，叫霹雳风暴啊，霹雳风暴，这我就完全无磕着啊，伊是策略战棋、策略战棋的。策略战棋，哦，勉强找一个会用一个来铺伫遐度的。哦，蛮好啊，这人的度，无经过人的同意，卖学袂谱。这好啊，巴哈姆特丁好诶。这是游戏画面，这是霹雳英雄榜，霹雳英雄榜。我来找霹雳风暴。听讲霹雳风暴足趣味，就是讲伊行路会啾啾叫。人讲会甲笑讲伊行路会啾啾叫。霹雳风暴。来讲一个趣味的代志吼，咱拢知影讲，乌白龙君有分霹雳版甲即个金刚版嘛吼。啊那你若讲莫听即个伊的声啦，因为你听声你一定会当分辨讲，哦，这是黄俊雄嘛吼，啊，这个是黄文德念的吼，拢无共款对不对？好，除了为声来讲以外，咱会当为什么所在来分辨讲？这两个乌白龙君无共款，你念四号的时阵无共款吼。你若讲金刚的，伊会话讲，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哦，伊会安尼乐啦。哦，啊若是黄俊雄黄文德伊就讲，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哦，差伫遮，这个收尾的感觉无共款。穿着啾啾鞋，听讲因行路真正啾啾叫呢，趣味角。啾啾啾啾啾。为什么霹雳英雄榜没有封面呢？这样就不好看了。要弄一个封面起来，不然用这个好了。安尼，哦，安尼，霹雳英雄榜，哦，安尼，霹雳所有的游戏。捌出过的游戏啊，有啦，阁有一个叫做《霹雳大富翁》啊，但是迄个算讲是算笑亏，算好算的哈。霹雳大富翁的还好，阁霹雳麻将，霹雳麻雀，霹雳霹雳个人不咧拍麻雀诶。霹雳我随者霹雳大富翁，敢若有出2代的，一代2代我袂记。霹雳大富翁。霹雳大富翁，水吹着真趣味，过来放一张，第5张啊！
好，霹雳大富翁，霹雳大富翁。哦，创世霹雳对不对？没有，网络游戏哈。歹势，我细汉的我知影这个物件，而且我知影伊经营了，听讲做了佫袂歹啦。但是我细汉的时阵，我袂爱网络游戏，所以就拢无去磕着。细汉的时阵，我真抗拒啦，就是无啥想要磕啊。所以讲就无算，但是我知影伊应该做了，听讲做了袂歹啦。啊，伊个游戏公司叫雷爵嘛，对不对？雷爵款吼。霹雳魔术，霹雳魔术，哦，霹雳魔术佫出到第2代咧，真厉害！我都一个魔术游戏竟然出到第2代，这有要紧无啊？看，真趣味呢。这个魔术我都无爱囥倒啊，慢慢就歹，无啥爱这个物件。啊，这，也是小可囥着了。这个真麻烦的，伊一个图爱用一个迄个 OBS 加就爱用一个项目，安尼咧囥图真麻烦。哦，迄个魔术又出敢若我阁有找着看到第2代啊，第2代就免囥。霹雳魔术，哦，创世霹雳哥啊，其实后壁就尾霹雳拢出即个网络游戏啊，网络游戏我就拢无咧算啊。创世霹雳。啊，阁有手游啊，手机啊游戏，手机啊游戏嘛真济啊，对啊，这应该拢是单机的，单机的拢已经伫遮啊，伫我的画面顶，啊阁啊新刷甲圣石传说，圣教传说囥起好啊。圣教传说。圣教传说，伊的可数，这是即个 Steam 版本的。哦，伊的可数是后壁较有的 Steam 的新版。听讲佫小可有更新一寡物件吼，有若是收报告尔吼，敢若佫有更新淡薄仔吼。听讲的我嘛袂记啊，无啥会记。连讲真正有机会拍开来算的时阵，较来研究。哦。以上画面顶头就是霹雳的单机游戏哈。听看，这拢古早以前的游戏哦。过场动画要跳过，不然 YT 会挡。啊，安尼哦，遮严格哦。伊会甲你当做迄个吼，当做你咧放即个布袋戏，对毋对？当做你咧放霹雳的布袋戏的画面吼。对啊，看，这嘛真趣味呢。啊，网络顶敢无人直播过？还是这是别人的经验？这别人的经验对毋对？来看下现实。传说直播，圣教传说的直播，哦，有啦，原来有人算啦。哦，伊阁有做大地图，这是后壁更新较有诶哦，无较有迄个。我嘛有看，哦，这是 V Type 咧算啦。一个 V Type， 圣教传说伊个可是，
真侪 YouTuber 咧耍啊，嘛是有啊吼。哦，会当摆入去哦。哦，会当耍的游戏太侪。哦，伊的迄个啥 UI 哦，就是画面的迄个有改啦吼。哦，我更新一寡物件吼，袂歹。但是我游玩就想要耍迄个幽灵剑，因为迄个幽灵剑现在足帅的，伊个发胶素，迄个发迄个胶色啊，绝胶发了足水气的。啊，搁有用着先生原底配音吼，那听咧到底偌爽的呢。啊！我来找一下迄个，即马虾皮看卖啊。哇！啊，免找虾皮，也找着啊。霹雳幽灵剑游戏。拍卖。想袂到吧？我一样幻术，不雄心经，那个什么万星天魂，不低名吧？万星天魂。对，大环星将，大环星将可能不是伊的，应该是这个授权的。大环星将，什么佛心经啊？伊嘛有一个补会的无？就我这查出来的消息，可能拢骗人，这拢是被这个网络的这个网络版的哦，这个就是一种假的，因为 CD 现在可能无人会坑。绝版 PC CD， 哼，卖几多千，都要紧无啊？哦，霹雳幽灵剑的攻略本呢？攻略本我看，原来对啦，较早攻略本我敢若捌掀过，永远会记你即个太极金剑放伫对，放伫迄个炼炉遐吼，啊，你就向西向南走3步，向东走4步，再向南走3，搁向南，搁向南行5步，3、4、5就对啊，啊，你就当摕到游戏上强的武器，对不对？啊，你真是怀念嘛，足怀念的吼。唉，细汉的时阵真正就是遮单纯。甲遮个图片 QQ 做伙，真乱的。
哦。OK， 一解收开。哈哈。OK。预告一个，后一摆直播有可能是会有一届歌会，歌会看可能后摆伫什么时间，会是可能是歌会啦。过来就是我拜一的时阵会去火箭遐，去火蛇那边。我拜一的时阵暗时会去火箭遐有一个联动有4个人。你会当去火箭遐看火蛇那边看一下。我看卖吼，看会当甲火箭迄个图加过来无？不是加过来，搭过来无？台语铁人三项。哒啦哒，心事若无讲出来，有啥人会知？有时阵想要说出我把。都该是阮不应该，如今心反悔。我又不是真的在唱歌，我只是在哼歌而已。我只是在嗨尔呢。这个，台语铁人三项啊，什么？竟然有人讲了，真的假啦？多谢大我，其实我伫要下播啊，讲大家好，我伫要关开来讲，大家好，我是大家好，我是八音贤狗吼，我是一个讲台语的 VTuber 哈，平常时呢开台，这阵嘛是耍游戏较济吼。进前是拢唱歌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八音选股我平常开播的时候呢，讲台语比较多啦但是今天新来的朋友呢，我就用华语跟大家打招呼，我是八音选股。平常呢，之前是开歌回，最近都是在打游戏，都在打洛克人然后现在我刚好在宣传一个活动，就是下礼拜一的时候要过去火蛇那边。多谢东风大我哈，东方大我，你要听一下你的名字的台语版怎么念？我真正在咧想讲你的台语念名，台语名要哪念啊好。讲东风大我用文音东风大我还是东风大我都会使。主要是后边迄两字啦大我这个含字语念起来小可像哦。后礼拜我会伫即个咱东火节成火蛇，对啊，听起来拢就水气的，拢就帅哈。去伫火节的边道呢，含陈旭元、甲月台甲火节甲我4个人会有一个联动哦爱耍一个游戏的台语铁人三项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火车那边关注一下这个直播哦。既然有新的朋友来了，
那就索性啊，唱个歌好了，索性唱个歌，改一下啊，这样会不会太随性了？原本没有打算这么早唱歌的，唱一首这个比较冷门的啊，人家来那个你还唱冷门的，怎么可以这样子？好啦，不要唱冷门的了，那我唱一个比较热门一点的，好不好？好，你唱热门一点的，唱热门一点的。好，我们来唱一下一首世界名曲啊。讲啥物？我亲像天顶的仙女。讲啥物？我亲像古早的世事。啥物？你爱我千千万万年。讲啥物？你永远袂来变心意。原来你是花言巧语，真情予你骗骗去。原来你是空嘴报纸，达着无得做离去。我问你，我问你，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世界名曲吼，这人无听过的人，对不对？少年人嘛听过。讲啥物？我亲像天顶的仙女。讲啥物？我亲像古早的世事。讲啥物？你爱我千千万万年。讲啥物？你永远袂来变心意。原来你是花言巧语，真情予你骗骗去。原来你是空嘴报纸，达着无得做离去。我问你，我问你，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讲啥物？我亲像天顶的仙女。讲啥物？我亲像古早的世事。讲啥物？你爱我千千万万年。讲啥物？你永远袂来变心意。原来你是花言巧语，真情予你骗骗去。原来你是空嘴报纸，达着无得做离去。我问你，我问你，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这条歌叫做《爱情骗子》，我问你，感谢各位。哦，大我的频道是不是？哦，
哦，是安尼哈。啊，各位朋友，我们谢谢东方大我的降落吼，然后他的频道在这边，大家可以去订阅大我。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直播主，好，但是那个我上次进去的时候，他刚好在讲一些色色的事，啊，不是色色的事，他刚好在讲那个 BL 啊，讲错了，BL 的事的桥段哈。哦，不是，哦，对，不是啦，是 BL 啦，对啊。BL 那个 BL 也算色色吗？我看好像也还好。不错啊，很有趣哎。其实我本来想说，以为我没有什么兴趣，可是听了一下，蛮有趣的。对。我先说我不是 gay 哦，对，只是觉得很好玩，就是平常之前不会有机会去接触这个哦，然后听了一下，好像蛮有趣的。对。啊，因为我之前进前去大五遐拢是，拄好拢是当地伊咧唱歌，啊，无就是杂谈，安尼，对啊，唱歌甲杂谈较济。我就介意，你讲故事，看一下，你咧讲伊创作的故事，不错啊。这个有时候我们要接触一些这个自己平常不会接触的事情，然后去感受一下不同的事物，哈。好，为了谢谢这个降落的朋友啊，唱了一首歌，但是我今天原本没有要唱歌，我明明封面图就是打游戏啊，我今日封面图是拍这个洛克人啊，X4，结果来遮，结果熊熊杂谈啊个变杂谈啊，杂谈了啊个今嘛个熊熊个变唱歌吼，又变歌杂了吼。找一条歌来唱一下好咯，唱一个。犹原搁想着你，亲像你伫我的身边，情愿不捌你，予两人的代志，随一切渐渐地过去。想起当初时，你牵着我的手，讲永远袂放袂记。就是放袂去，来予你留伫阮的心，为你上天，为你伤害自己。若不是为着你，我哪会这呢忧愁？来予人看袂起，来为你困袂去。若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放咧予去，因为你不答我。将烧酒啉落去，我想袂开。我爱着你。搁困袂去，犹原搁想着你，
亲像你伫我的身边，情愿不捌你，予两人的代志，随一切渐渐地过去。想起当初时，你牵着我的手，讲永远袂放袂记，就是放袂起。来，予你留伫阮的心，每日相见，每日伤害自己。若不是为着你，我哪会这呢忧愁？来，予人看袂起，来为你困袂去。若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放你好去。因为你不答我，从烧酒啉落去。若不是为着你，我哪会这呢忧愁？来，予人看袂起，来为你困袂去。若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放你好去。因为你不答我，从烧酒啉落去，我想袂开，我爱着你。这首歌叫做《忧愁》啊吼，乔安的版本啊。啊，毋过伊这条歌拄啊出来的时阵，敢若是黄以玲唱的，还是啥物人唱，我袂记得。但是迄个版本我感觉还好，也是小安伊家己做的版本，伊是原作者嘛，伊家己做的版本较好听。我较爱这种气氛啦，真袂歹哦。当大家来听这条歌，这条歌嘛是有几年啊吼，但是听到的人拢会足爱吼。我嘛听到足侪 VTuber 呢，捌来唱过这条歌吼。伊袂互人感觉讲足沉重吼啊。其实伊的内容嘛是讲到真沉重的代志，啊，但是唱起来真轻松哈。啊好，各位观众朋友，对啊，原版可能搁较久哦。黄以玲，我看卖黄以玲，应该是黄以玲那款，黄以玲出的版本。第多出来的时阵，哦，23年前的，竟是，这个囡仔拢已经为这个国学迄个细汉幼稚园读到大学毕业啊。你看这个歌偌久了啦，好。感谢各位朋友吼，来看什么人搁伫咧，来做一个 ending 哦，要歇困啊哈。好感谢罗真颂，阿曼，感谢奥福，阿曼，感谢小条一盒，阿曼，感谢 Redford 1412哈，阿曼，要来做一个 ending 啊哈，大家阿曼吼，这反正呢是要甲长啊，无拍过，无通过的这个洛克人 X 哈，4代哦，4代的这个魔王来砍救起来，因为昨哦，这个洛克人一直落赛哈，一直要甲魔王甲伊砍救。啊那感谢降落啊个留落来的朋友吼啊，麻烦你若有兴趣，还是安那来甲我试一个赞啊个甲我订阅一下吼。今仔日呢就到这哦，吼，感谢各位。会请第二题，我的收幕怎么不见了？哦，这样，闪了一下啊。感谢阿曼有再会哈，有缘再过来哈，有缘再相会，有缘再过来，感谢各位。
暗时咱困啊，可以休息啊。感谢东风大我带你的观众来我的频道，希望大家今仔日听2条歌，会当记得我哦我都给我一个感谢。好啦，安尼后一摆的直播就一定爱开歌会，好无？伤久无开歌会，大家感觉讲，你是不是游戏室？以前是洛克人游戏室，拢是咧拍洛克人，刚好，拢大概可能会叫起我讲，你是不是要一路打到 X8？ 是不是？没有啦，没有打到 X8啦，先在 X4先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先在 X 先休息一下。不要这么快啊！先在 X 休息一下。台语洛克人士，对，台语洛克曼塞，全网唯一洛克人士，不是全网唯一台语洛克人士啊！对啊，讲到这啊，我看了，我朋友传给我讲，这个Twitch迄边哈，因有咧办这个。我看因台客室啊，我看有人咧办这个洛克人啊，多跑道哈，就是结尾面啊分割画面啊，做侪人这回到顶拍洛克人 X， 我看了迄直播够趣味的啊，全部大家人这回咧拍洛克人哦这回通关啊，真趣味，是讲唔知因连刚个会去办活动未啦？看我都接受报名，来个报名者。嘛毋是比赛啦，因是算讲是一个 party 种感觉吼，大家做伙过啊，做伙过关啊，算是一个活动啊，伊无算比赛，就是一个活动啊，真趣味哈。若讲有闲，毋是有闲，若讲有机会啊，来个看我都报名，来个算者哈。对啊，我伫迄个朋友传迄个Twitch的连接互我的啦。好啊，咱紧结束啊，唔通搁继续搁拉落哈。再见，拜拜。今日足欢喜哈，感谢搁我都有人降落啊，真荣幸哈。大家再见哦。